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古今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搁来听小宝歌，来听四句人，来听这个讲甲咸笃笃的。国情啊，甲问影有啦，心中放哦较大粒的。国情啊，特别去找，这平湖的哦。头一句，头一拍四句人见面成功，土豆开花结茎芽，田草出世爬过溪，当今罗麻结遮济，互阮胯骹都嫌衰。吼，这平湖的四句人，平湖的女性，风安尼滚叫，做事真正有够勇的。什么车饼肚，伊都敢讲到话悠远也真咸。你讲眼来看出去，见景伤情。头前小宝歌两句拢是咧讲景，土豆开花结茎芽，翘翘弯弯，田草出世有影啦，真后爬过溪。毋过要紧来讲，讲当今罗马结党成群满世界，即款互阮胯骹，阮都嫌衰，阮无咧经即款的，甲拍出人外啦。同款咧讲罗马倒位防范险，过来四句人第二拍，讲韭菜开花直溜溜，芹菜开花拍结球。阮体毋是罗马秀，骨头拿来随地抽。吼，韭菜有影开花直连，芹菜开花就拍结球。啊，若阮即间厝体，阮体毋是罗马秀，吼，毋是哦，啥做秀？就是罗马来遮住，或者罗马秀嘛。大家来遮结党成群，来遮做秀，来遮徛暝过日。阮无要互罗马来，所以骨头拿来，我随地甲你抽。有影讲即个话有够伤杀的。啊，原因是安怎讲？遮个罗马佚佗啊，遮个乌狗，互人发嫌。来，四句人第三拍，咱来甲听。讲知人知面看外身，填海看人介遐真啊，较好姻缘毋配你，毋免屁想用牵结。讲恁遮啦，国情头拄我来讲，遮个乌狗啦，遮个安尼吼，穿插安尼看到就真无正当的啦，就是咧看人。目睭安尼一直前，袂说讲啦，摕扫把来量共款。台湾话咧讲牵钱，老爸咧讲，就是用扫把咧量长度。啊，你即落吼，规气掠去填海，规个人甲落落海底安尼做填海，就是专门咧讲迄个我无欣赏的对象。毋则即个女性四句人，伊一句咧表明讲，较好的姻缘，阮都毋配恁。有影艺术，有影技巧的所在。